各位，你當我老懵懂定係當部老虎機傻㗎？你真係以為喺雲頂張卡係咁抽卡插卡抽到啪啪聲就可以避開後台班 IT 鬼才設定嘅收割程式？我同你講，如果你仲信緊網上啲人講嘅所謂抽插大法可以轉運，支持可以打斷個系統嘅記錄，我唔該你而家即刻醃自己兩巴醒一醒。你唔係喺度搏殺，你係喺度乖乖上交緊份智商稅，仲要交得高高興興，以為自己好聰明。我喺濠江嗰邊由細玩到大，再由大玩到老，睇住啲鬥場由人手派牌演變到而家全電腦化，睇住無數後生仔以為自己係黑客託世，揾到個系統漏洞，最後呢，個個輸到連底褲都要壓埋俾貴利，要屋企人攞罩金先返到香港。點解會咁？因為你根本就未搞清楚，九上嗰張所謂嘅玩家卡，表面係積分卡、優惠卡，實際上就係到場免費送俾你，親手幫你戴喺鏡上面嘅電子鏡圈。似和你仲以為自己係客人？你係數據庫入面嘅一條金魚咋？呢張卡最毒嘅地方，絕對唔係嗰啲唔投小利嘅積分換餐飲而係佢幫個人工智能建立咗一份獨一無二、詳細過你老婆嘅輸錢畫像。只要你一插卡，後台個系統唔使0.1秒就知你係邊個，你銀行戶口大約有幾多活動資金，你習慣東大定東西，你輸到邊個位會開始面紅耳赤發得追數，你贏到邊個位又會心怯想走，仲以為老虎機個屏幕上面嗰啲轉動係隨機？傻仔，嗰啲全部都係預先寫好嘅程式，一部精密過你屋企部冷氣機100倍嘅情緒收割機。當系統咁應到你手風順，贏咗幾百蚊美金，佢唔會即刻殺你，因為咁樣你會走。佢會透過後台微調個 RTP， 即係玩家回報率，令到你會連續出幾個差一個圖案就中 jackpot 嘅畫面。你嗰一刻心跳加速，血壓飆高，以為好運就嚟到。你以為抽卡可以斷開後台連線，令佢重新計數？錯！你抽卡嗰一秒，個系統唔係斷線，而係將你標冧為高危險幸運兒，然後啟動第二層陷阱。你下一次插卡，個 AI 會將轉速減慢，音效調到最刺激勝率，調到一個東住你條染嘅水平，戰何令你覺得只要再抽多一次，就一定中我以前管理澳門某間大場嘅機房見過太多。你咁嘅人，你哋有個共通點，就以為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戰勝電腦。你喺度諗，我 set 咗止實位，輸夠就斷。但部電腦一早計到你嘅止蝕位就係你嘅死穴。佢會喺你輸到接近個位數嗰陣，突然俾個大賠率你拉翻你上嚟，等你覺得個天都幫你，然後再慢慢逐步陰間你。你以為你控制住自己，其實係個程式控制住你條神經線。最中意就係你呢種以為自己有技術嘅人，因為你哋最唔捨得走。會不斷泵錢入去，覺得上次只係差少少運氣，和我想救翻你條命，唔想你喺嗰部凍冰冰、閃靈靈嘅機器面前輸到懷疑人生，甚至輸到你老豆老母都唔認得。謙學和，你知唔知點解道場嗰啲地毯咁花，天花板咁多圖案，全部都係心理學嚟嘅？目的就係要擾亂你嘅空間感，
令你忘記時間。似和你以為你玩咗半個鐘，其實已經天光。你以為你抽卡可以打破個循環，你每一次抽插都只係向個系統發送一個信號，錢喺度，我仲有錢，繼續供我。好多人問我點解我喺呢個江湖打滾咁耐都仲未沉船，因為我睇得通一樣嘢，走場唔怕你贏錢，最怕你唔玩。只要你肯繼續玩，佢個大數法則就一定會喺長遠將你食到一乾二淨。你嗰套抽插大法，切和喺數學面前連個笑話都稱唔上，佢只係一種迷信，一種由人類嘅無助感衍生出嚟嘅自我安慰。你以為你呃到部機器，其實部機器正在後台開緊香檳，慶祝又多一個事物上飛。你而家望住個屏幕，係咪覺得好迷茫？覺得自己好似跌咗落一個無底深潭。呢種感覺就係土場最中意嘅，因為當你理智斷線嗰陣，你就會亂咁猛滯，人東到冇晒錢先肯停。但係各位，我可以話你知，你仲有得救。你唔使靠乜嘢必勝方程式，你只需要一樣嘢，認清事實。事實就係你贏唔到個系統，你只可以贏到自己。你控制到自己隻手唔好再插張卡落去，你就贏咗呢場仗。如果你仲想守住你最後嗰份糧，唔想年尾兩手空空返去，趁而家就係而家，先龍一同下面個訂閱掣開埋嗰個小粒氹嘅，你唔好睇小呢個動作。呢個係你喺數碼年代脫離被收割命運嘅第一步。喺呢個殘酷嘅江湖入面，冇人會好似我咁講呢啲篤心篤肺嘅真心話。出面嗰啲人個個都想你輸，個個都想賺你嘅佣金。我而家將呢啲潛規則爆出嚟，係因為係我見得太多後生仔行錯路。你而家唔聽，遲咗揾唔返我。下次你再坐喺嗰張凳嘅時候，你交嘅學費可能就唔係幾千蚊，而係你層樓嘅首期，甚至係你成個家庭嘅安樂窩。你仲覺得自己係天選之人，可以喺老虎機度贏到錢返嚟威？醒下啦！真嘅，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點解你開頭總係會贏少少？點解個天好似特別眷顧你，等你一開機就俾個細獎你釘下？各位，你唔好天真到以為係財神爺路過。呢個就係道場數據庫入面最毒辣、最陰濕嘅餵魚法則。你唔係喺度搏殺池，你係一田啱啱游入魚塘嘅魚毛，而個 AI 就係個無形嘅堂主。佢唔會一開始就攞把刀懟冧你，咁做太冇癮，而且你會走然啊！佢會先掟嗰啲美味嘅蝦毛落嚟，等你條魚嘴喐喐，食得開開心心，等你大腦入面嗰嚿掌管快感嘅組織瘋狂分泌多巴胺，令你成個人飆飆然，覺得今日風水輪流轉，終於輪到我旺啦！你以為呢啲甜頭係隨機嘅因子，錯到離譜。呢啲甜頭全部係經過精密計算嘅又喺成本，個系統知道，只要俾你贏咗，相當於你本金5%到10%嘅彩金，千唔理何。你嗰種我係贏家嘅幻覺就會蓋過所有理性。你嗰陣時望住個屏幕，會覺得部機器識得同你溝通。你會開始同旁邊嘅人吹暗自己嘅眼光，你會覺得自己之前嘅抽插大法終於見效，但其實後台個工程師可能喺度同同事講緊笑，
睇下呢條魚，佢開始興奮啦，準備收網。當你條魚食飽味，警戒心降低，而覺得自己係無敵嘅時候，你就會不自覺咁將個注碼推上去，由10蚊一注變20，再變50。你嘅貪婪就係收割期嘅開關掣。收割期一開始，你即刻會發現個勢唔同晒。明明頭先仲係爭少少就中隻和，而家變咗爭好多都唔中。你以為只係運氣波動？傻仔，雲頂嗰套後台代碼係全動態調節嘅人工智能，佢根本唔需要好似以前啲舊式動盪咁出千換牌，佢只需要喺後台嗰堆冰冷嘅數字入面輕輕調整一個參數，叫做獲勝頻率。佢唔會令你完全食白果，因為咁樣你會醒，佢會將你贏錢嘅頻率由每隔10秒一次長到每隔1分鐘一次，再拉長到每隔5分鐘一次，而每一次贏嘅金額都會啱啱好係你輸出去嘅1/3。而你為咗追翻頭先個大獎，就會不斷咁重製，不斷咁加大注碼，希望下一次轉動可以一鋪翻本。你以為抽卡可以重啟系統，將個頻率校翻去餵魚期？你抽卡嗰一外，那 AI 只係將你個賬戶標記為情緒波動劇烈、注碼失控，然後繼續冷眼旁觀，等緊你下一輪嘅情緒崩潰。再喺你崩潰嗰陣，推多一個差一格嘅畫面出嚟，等你完全喪失理智。我講個真實事例你聽，等你知道乜嘢叫做人蠢冇藥醫。當年我仲未退落嚟，喺濠江某個大場睇住個貴賓廳，有個自稱係老虎機專家嘅客，姓陳，啲人叫佢陳博士。佢真係癲到買咗部2手老虎機返屋企拆開嚟研究。佢用咗幾年時間，記錄咗幾萬個轉數，畫晒圖表，自以為掌握咗個機器嘅隨機周期。佢落到場好有信心咁，每隔10分鐘就抽一次卡，再插過佢嘅理論係咁嘅。佢覺得老虎機嘅亂數種子係根據插卡時間去運算，只要佢頻繁中斷連線，就可以逼到個系統重新分配一個較高回報嘅種子俾佢。結果呢？結果係個 AI 後台訂測到佢嘅注碼極度不穩，讓佢每隔10分鐘就做一次重新握手嘅動作，系統將佢歸類為高風險技術刺探型事物。事物對鬥場嚟講最乞人憎，因為你嘥緊佢嘅運算資源，於是乎直接將佢嗰部機嘅動態出訓率，即係我哋行內叫嘅 RTP， 由預設嘅96%，正悄悄咁將佢個波動範圍鎖死喺最低嗰檔，即係接近85%。你唔好睇少呢幾個百分比，喺大數法則底下，而呢幾個巴仙足以將你副身家埋食到一乾二淨。陳博士玩咗成晚，輸咗成1000萬港紙，佢輸到咪坐喺度口嗡嗡話：點解會咁？點解我個理論唔得？佢到死嗰日都唔明，因為佢嘅技術係死嘅，係建基於舊時代機械式老虎機嘅思維正嘅。而而家到場個後台係一個有自我學習能力嘅活生生人工智能。你用石器時代嘅矛點樣去對抗21世紀嘅激光炮？你聽過督場最經典嗰句名言未？我不怕你贏錢，我最怕你不來。各位，你以為呢句話只係用嚟氹人開心？
呢句話背後嘅狠勁係建基於大數據統計學嘅終極殺着。只要你不斷抽卡、不斷插卡，你就會不斷留低數據腳印。個 AI 會慢慢摸熟你嘅脾性，知道你幾時會累，幾時會急躁，幾時會因為一個電話而分心。你每一次嘅抽插都唔係喺度挑戰系統，而係喺度幫個系統豐富緊你嘅行為餵養日記。你以為自己係玩家，就係一個自願帶上電子腳痛嘅數據螳工，不停幫道場挖氹啊，挖到自己精力耗盡為止。好，你問我點解講極你都仲係覺得嗰部機有計仔？點解你個腦成日都諗住抽卡插卡呢4個字？我頭先講完個陳博士，而家又見你班後生喺度捽手指，我就知你哋仲未死心。你話我知所謂嘅屠龍術，你以為係教你點樣拆解部老虎機嘅程式碼，定係教你用咩特別節奏去跟個掣？各位，如果你咁諗，證明你頭先2個字都冇聽入耳。真正嘅屠龍術根本就唔係教你點樣玩部機，而係教你點樣控制你自己嗰隻飯前嘅手，嗰個成日諗住搏一鋪嘅腦。老虎機由第一日設計出嚟，佢嘅核心價值就唔係公平娛樂，而係利用人類對規律嗰種偏執到病態嘅追求。你企喺部機面前，望住嗰3個轉輪，你個腦會不自覺咁去揾規律。成日出同呢圖，跟住可能會出7仔，隔咗咁耐冇出獎，應該就快出。呢啲就係心理學上嘅登徒鳩誤，和你以為過號嘅結果會影響未來，但實際上每一次轉動都係獨立事件。當你喺度諗緊抽卡定插卡，諗緊邊個節奏會好啲嗰陣，你已經輸咗一半。你輸嘅唔係錢，你輸嘅係清醒嘅判斷力。個 AI 就係等你呢一刻嘅混亂，等你將個操控權由個腦交俾條脊椎，由得佢亂咁學。真正嘅贏家學和。我講緊嗰啲能夠喺鬥場全身而退，甚至拎住少少錢走嘅人，佢哋從來唔會企喺部冰冷嘅機器面前揾生機，因為機器冇感情、靜心，佢只會日以繼夜咁執行後台工程師寫好嘅嗰一套吸血指令。你同部機器講感情、講技術，不如你同你屋企部微波爐講數好過啦。我想教你嘅保命法則得3條，我簡單講，你要用你條命去記住。第一條，錢，唔好帶張玩家卡入場。你唔好諗住嗰啲積分可以換餐飲好着數。我話你知，嗰啲係你嘅賣身錢嚟㗎。你一插卡嘅身份、你嘅習慣、你嘅弱點，全部赤裸裸咁呈俾人睇。你唔帶卡，你起碼做一個幽靈玩家，心理和。雖然系統仍然透過鏡頭認到你個樣，但至少佢冇咁容易將你標臨入某個特定嘅收割清單入面。你以為慳返幾十蚊餐飲好威，其實你係用緊你副身家嘅私隱去換。第二條，設定一個硬性止損線行。呢個止損唔係你喺個腦度諗嗰個，係你要寫低喺手掌心，或者入場之前擺低喺酒店房嗰個數目。輸咗就起立者，即係好似船劈咗立，海浪點大你都唔好回頭。你做唔到，因為你個腦會欺騙你，話你聽就快翻本。我見過太多人將個指示位由1萬改到3萬，再由3萬改到10萬，
改到最後成個戶口清零。你以為你控制到個指示？你唔好傻，只要個 AI 探測到你開始猶豫，佢就會俾個差少少嘅畫面你睇，等你親手撕爛自己寫低嗰張指示紙。唯一嘅方法係，當個數字一到，你即刻起身行去廁所洗把面，然後直接離開個到場範圍，連頭都唔好力。第三條亦係最殘酷嘅一條，子和，你要由今日開始徹底認清老虎機只係一個收割智商嘅遊戲，佢唔係俾你娛樂，佢係俾你輸錢。你每動一下似係，你嘅期望值就係負數。你唔好同我講邊個中咗大獎，嗰啲大獎只係市場專登放出嚟嘅活廣告，用一個幾百萬嘅獎金，引搖幾萬個好似你咁嘅人，每人奉獻幾千蚊去眾籌嗰份獎金。你以為你會係下一個？我同你講，中獎嘅機率低過你聽日出街俾冧石掟中。你係咪真係願意用你嘅血汗錢去買一個咁虛無庸仔嘅機會？人生博弈唔係得嗰一部老虎機，你成日望住嗰個閃靈靈嘅屏幕，你望唔到外面個世界有幾多機會。你留翻你副有用之身，留翻你啲子彈，先有機會喺下一個真正屬於你嘅場景度翻身。你而家每輸1蚊，就係削減緊你未來重用投資，甚至係改善屋企人生活嘅本錢。你覺得值唔值得？我知你班後生仔而家個腦入面諗緊乜字？你哋會諗呢個老嘢一味叫我哋唔好突，咁我入場做乜？我話你知，我唔係叫你唔好突，因為底性係人嘅天性，阻止唔到你。但我要你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入場之前要同自己講：我今日係嚟買娛樂，呢1萬蚊我預咗輸，和輸完我就走，贏咗我都走。你做到呢點，你已經贏咗80%嘅人。你唔好妄想去擊敗個 AI， 只需要擊敗格廉嗰個輸到懵盛盛，仲喺度抽卡嘅傻仔，你就已經係贏家。你成日以為自己係天選之人，可以破解到個系統。你知場內冇神，冇關公保佑，冇財神附體，你眼前嘅只有數學同埋一大堆寫好咗、測試過幾百萬次嘅冰冷代碼。所有嘅感覺，所有嘅運氣，所有嘅抽卡儀式，都只係你自己呃自己嘅心理安慰劑。認清呢個現實好痛苦，幾能，但呢個痛苦可以救你條命。如果你今日聽完我講呢3條法則，你個心仲係囉囉攣，想即刻飛去雲，頂試下你嗰套抽插大法嘅威力。咁我唯一可以俾你嘅建議就係，你最好留翻幾百蚊喺褲袋，幾多係你嘅救命錢，用嚟搭車翻屋企。因為我驚你玩到忘晒形，最後連的士錢都輸埋，要瞓街。呢個江湖就係咁殘酷，就唔係，唔會有人可憐你，唔會有人借錢俾你搭車。但如果你今日開始學識睇穿呢個局中局，你至少唔會死得不明不白啫嘛。你至少知道自己係點樣輸嘅。你覺得我講嘅嘢有冇道理？如果你覺得今日學到嘢，學到點樣保護自己，一和唔該，你而家即刻撳下面個訂閱掣，順手開埋個小林凳。你唔好睇小呢個動作。呢個係你由事物轉變為旁觀者嘅第一步。下一集我會揭開呢個行業入面更深更驚人嘅百家樂殺局嘢。
我會教你點樣一眼就睇穿嗰啲揼馬仔嘅心理陷阱，點樣避開啲公關精心佈置嘅溫柔鄉，嗰啲嘢遠比老虎機更加陰險易明。最後，我要你而家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聽完我講咗3集之後，你仲會唔會相信嗰套所謂嘅抽卡大法任和和？你係咪仲覺得自己可以靠運氣贏到錢？你坦白講，因為你嘅留言會成為其他後生仔嘅警示燈。記住我今日講嘅最後一句話：任和。呢個世界上贏家永遠唔係嗰個德制功德最多嘅人，而係嗰個喺適當嘅時候肯擰轉頭、肯起身、肯大步走離張凳嘅人。做到你就係贏家，你繼續坐喺度，你就只係一塊肥料。我等緊睇你嘅覺悟，下次再見。